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一个40多岁柯先生，无力、胃寒，阁会扫。诊所医生讲是感冒，但是3天后人变甲真虚弱，胸坎闷，阁呼吸困难。转到大病院检查，竟然是主动脉背离，紧急开刀手术，救回一条命。 据柯先生大条血筋剥离，桂木关前行一回，顺利救回一命。甲医生做切结能够庆祝，其实当时的镜头被当作是感冒，前3天才去大病院检查出来是主动脉剥离，全身无力，以为是感冒或者是流感。 柯先生主动脉电脑断层的影像真明显，主动脉已经裂开啊，意思讲心包膜有积血，甚至连这个肠的动脉、腰子动脉拢裂开啊。要么当时伊敢若无力、胃寒尔，去诊所就医时被诊断是感冒。那主动脉内层跟中层裂开之后，血液流到内层跟中层之间。本来正常的主动脉，像这里是不会有血液流到主动脉里面的。 大部分主动脉剥离的人，胸坎会足痛，会牵到脚只偏到颔骨啊。像柯先生这款非典型的镜头，可能会出现腹肚痛、头壳会戆、会吐，规身躯软到到。可能它裂开的速度比较慢，它是慢慢裂开，血液慢慢的渗出去，所以它的疼痛感觉没有那么明显。医师讲，若是非典型镜头的主动脉剥离，真够被误诊。 患者本人若有高血压又搁食薰，也是有心脏病家族史的人，出现非典型主动脉剥离的镜头，拢爱提高警觉，特别是当每天脚后发病，爱加注意身体变化。